写客文填名办师傅的自由嘅刀，作者李云芬、苗丽燕客家人。國中鐵教先生本影片係用客語試驗強語音合成，係講有中意，請多多分享。我嘅家鄉係苗栗縣，苗栗係一個東江嘅所在，規則苗栗大體就係山嘅，山連山，雲貼雲，山山水水緊相連，故所又按做山上。啲也生活十分自然，含個鬆爽。不過，也按多年來隨著國內嘅經濟發展，實無奈何大量開墾同破壞嘅自然生態，唔但將破壞咧來台主親本應嘅好地理，咩本做農人嘅好朋友師傅嘅，無奈何帶，無奈何去落實。師傅係按台灣嘅特有種苗科動物，咩係世界上最細嘅野生虎之一。還記得我公講師傅係按你嘅好朋友，佢會做老厝嘅，金沙哥唔會做咩兒血嘅雞嘅，阿伯同頭生嘅，係講另外一種按到山苗嘅大苗嘅，佢就會啲成功辦野落嘅枝頭連嘅活。不過，也下唔管係師傅，也係山苗，佢都種下遇到相當嘅生存危機。根據統計，目前全台灣嘅師傅嘅長存無到250隻天天，含個倆數是旱地嘅跌。我第一擺看到師傅嘅係國中1年生嘅勇士，今年係1988年嘅年下嘅。1日臨暗頭，天時晴朗又落定羽毛嘅，阿爸轉亞嘅時節，看定一隻用鳳毛泥胎嘅堅定嘅鐵籠嘅。阿爸正騎馬過湖墾，一看到我到四隻捨不得愛行鹹去，嚴是對定我敬比，嫌我帶3隻老妹轉塘下莫行鹹。阿爸做乜嘅眼神鼻？原來係佢看定嘅籠嘅地背，有一隻第三度叫轉來戳上嘅大苗嘅。阿爸冇愛捱到化鹹嘅用意，一方面係將大苗嘅去學會嚇到人，另一方面係將嘅隻大苗嘅本來也到死鬼嘅嚇到衝籠嘅。嘅暗部阿爸請苗栗當有名嘅好處以來看大苗嘅。我點點去到順頭巷，再縮縮嘅近看，就看定何先生當叔叔同大苗嘅做嚟一沙，聽定大苗嘅就分踢再往下去。聽何先生講，也唔係山苗嘅哦，也係當閒地看到嘅師傅嘅哦，有一種人講，假牛當補，故所千多人愛作佢來食。阿爸講。嘅當人食菜當要素，第三度烘表按到太夾嘅，我到第三烘做事係無拄好本期夾到樣解釋，也則師傅嘅咩唔知比夾到幾多日嘅，張數嘅腳搭嘅強強就會斷鉗嘅。師傅嘅天錯係痛到都唔掉嘅，我同佢嘅夾嘅時節，佢親像鹹定木質怪怪本愛種。看到也隻按得人食嘅師傅嘅，搣到血吱吱骨頭顯顯，含個腰到臭夾夾嘅，食材本人還唔貪得呐。對嘅日開始，師傅嘅就啲瓦屋卡帶下來，我特日負責種東西比食，亦有限照顧啲籠嘅順項，同佢講話，頭下馬佢還會同我夫婦管，一參嘅過後。佢就當順咧，不過佢總係唔好食我到準備嘅飼料同熟肉。阿爸講，倆師傅嘅還係較好食生肉，佢也下腳嘅上好咧，應當愛幫佢轉去佢自家嘅兜咧。嘅暗部，阿爸帶定我師傅茶去三度巷，幫師傅嘅轉家屋卡，轉去佢自家嘅兜。
也下，我是一個國中的先生，唔單止係愛教學生嘅學習書本嘅知識聽聽，還愛留學生嘅講阿爸頭擺接地上方交通物嘅故事，因你愛曉得傾錫環境同保護石虎，還佢一隻自由嘅島，還因一隻美好嘅家鄉。根據作者嘅經驗，石虎成配嘢開始開上假貓，日頭同意共後背有拋毛，韓國未開廠，成貓嘅成配嘢就開廠中研究按太早，先開學，咪短短嘅，南外假冇實實看過有烏色同沉主幹色嘅，係講石虎嘅就盲實看過有烏色咧，什麼按知識。有中意請分享，還愛拜託大家，可以再講客話，傳承客文化。